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搁2分钟，咱聚会就要开始咯。礼拜就要开始咯，请大家将手机关机，也是开做飞行模式，互咱会使专心来享受带来美好的时刻。多谢大家。主内所敬听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感谢主，互咱搁一遍倒来伫圣殿，会当来做伙学乐敬拜咱的上帝。这实在是何等的福分！咱看见伫过去一礼拜的中间，台北咱雨落真大，气候真寒冷，总是伫今仔日主所命定的日，就赏赐好天互咱会当来一路平安来到伫圣殿来参加敬拜。当咱来到这的时阵，咱就通将一切的困难、一切的软弱，咱拢通交托予主耶稣基督。伫空间的顶面，当咱入来伫教会的时阵，咱都毋免再去想，拄则伫教会的门口发生啥物款的代志。其实伫时间顶面也是安尼。当咱礼拜日倒来伫圣殿敬拜学乐主的时阵，就是搁一遍重新对主来领取祝福甲开力。伫过去一礼拜来，咱着磨辛苦；伫礼拜日咱守安息日，这是上帝看做好的。当咱搁一遍领取重新得到快乐的时阵，当咱的生命搁得到更新的时阵，咱就会通搁倒来伫咱的生活，面对新的一礼拜的挑战甲软弱。咱无仰望咱的生命内底，拢袂去拄到困难，拢袂去拄到艰难。总是咱仰望。当咱面对软弱甲挑战的时阵，有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三个伫底，这才是真实的，这才是永远的，这是上帝所应允予咱的福分。所以圣经安尼讲，若是有人伫基督耶稣的内面，伊就是新创造的人，旧的代志一定过去，拢变成新的。这毋是伫咱受洗的迄日是安尼尔。当咱每一遍倒来伫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阵，咱就是新创造的人，随时献上咱的祈祷，随时献上咱的谦卑。主就要用伊的平安喜乐来遮靠保护咱，引带咱未来道路。阿门吗？阿门。这个时阵要邀请咱兄弟姊妹，咱大家起立，咱目睭闭起。咱将咱的双手来拍开，咱用安静的时间，咱邀请圣神就在咱的心中。在这个时阵，主耶稣基督的圣神就甲咱三个伫地。咱做伙来讲，圣神，我欢迎你；圣神，我欢迎你；圣神，我邀请你；圣神，我邀请你；圣神，我爱你。圣神，我爱你。圣神，求你这个时阵充满在我的心中。圣神，求你这个时阵充满在咱的心中。阿门。阿门。主耶和华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阮知阮不得总是主你竞选阮，正做你属天的囝儿。主，这是何等的恩典！阮知毋是靠着阮的财物，毋是靠着阮的聪明，也毋是靠着阮手所做的，独独阮靠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。主啊，求你将安尼信心赏赐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中间，互阮更加坚信，主你是阮生命的救主，主你是阮一生的仰望，阮要大声来开喙学了你。阿门。这个时阵，咱要做伙来用主所教示咱的祈祷文，
搁一遍做伙来祈祷，请。愿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灵亲像伫天灵。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狱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主耶和华上帝所有，咱就的确来学乐称赞你到万世代。阿门。咱做伙来敬拜学乐咱的上帝。咱的上帝是大主快乐的上帝，是有大手脚的上帝，伊连山拢通刷开。阿门。虽然道路崎岖，危险艰苦，总是心内知影，你一直同在。虽然微微了解，就袂当答，总是有愿相信你的引带我。开，大海有路出来，我要大声宣告耶稣，你一直同在，你手中的婚约，显明是假听，我要大声宣告耶稣，你一直同在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一直跟咱同在。为头过来吟。虽然道路崎岖，危险艰苦，总是心内知影，你一直同在。虽然微微了解，就袂当答，总是有愿相信你的引带我。大海有路出来，我要大声宣告耶稣，你一直同在，你手中的婚约，显明是假听，我要大声宣告耶稣，你一直同在，大山为我敞开，大海有路出来。大声宣告耶稣，你一直同在，你手中的婚约，显明是假听，我要大声宣告耶稣，你一直同在。你的话，予我了解，你听我话目境界，你保守我的心怀。双手不挂来，你的话予我了解，你听我话目境界，你保守我的心怀，荣耀的双手不挂来，大山为我敞开，大海有路出来，我要大声宣告。耶稣，你一直同在，你手中的婚约，显明是假听，我要大声宣告耶稣，你一直同在，我要大声宣告耶稣，你一直同在，我要大声宣告耶稣，你一直同在。哈利路亚！咱将呼声献上咱一切敬拜而乐，予咱的上帝，因为伊是值得咱而乐的。耶和华上帝讲，伊永远甲咱同在，伫伊有丰盛的慈爱，伫伊的正手有永远的福乐。咱们用这首圣诗，在这边来表明咱的信仰。
帝听他赢过一切。阿门。咱大声请我这边的兄弟姊妹来吟。来请这边的姊妹兄弟姊妹。哈利路亚！将咱儿女的歌声，正做儿女的免流，献伫主耶稣基督的宝座前。因为伊是值得咱儿女称颂到永远。咱生命活的，就是要来敬拜主耶稣基督。阿门。开我的目睭，好我会看见你荣耀美妙吸引我心。开我的耳孔，好我会听见你话有好我搁较爱你。开我的目睭，好我会看见你荣耀美妙吸引我心。开我的耳孔，好我会听见你话有好我搁较爱你。搁这边来吟的是咱亚起咱的双手。开我的目睭，好我会看见你荣耀美妙吸引我心。开我的耳孔，好我会听见你话有好我搁较爱你。我
永远的主。哈利路亚！兄弟姊妹，主耶稣是何等的疼咱，所以咱也是用咱一生的性命来疼咱的主耶稣基督。这是主所应允咱的。当咱踮伫主耶稣基督的内面的时阵，伊也要踮伫咱的内面。伫这个时阵，咱要举起咱的正手，咱要用主所赏赐予咱的祈祷的权柄，咱要做伙出声来祈祷。特别，咱伫这礼拜一定来开始咱幸福小组外站小组的聚会，咱一定开始邀请 Best 来到伫咱的小组来参加聚会中间。这是主所赏赐咱的福分，互咱伫传福音的事工的顶面，会当来交圣神做伙来同工，做伙来做工。咱拢知影，改变人心的毋是咱所讲，毋是咱所做。乃是圣神做工伫因的心中，咱举起咱的正手来祈祷，求主更较多做工伫百姓的中间，也求主来看顾保守咱铁三角同工，互因每一个人有坚定的信心，有够野的疼心，来伫传福音的路站的顶面来跑走，来拍拼，咱做伙开声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！主啊主啊主啊，阮感谢你，求主你阮台湾的国教会。阮的中间，主啊，阮来有份来领受主你的恩典甲祝福，恳求主你圣神也看顾大家百姓的问题。主啊，就免到阮的同工来主题，阮每一个人拢上对主你的恩，主你也眷顾阮你的恩典到了我。阮所领受的一切，拢恳求主你加倍，我们是百姓的中间，因为主你要互伊更加倍，主你所赐的家庭，就对阮所赐的家庭的来宾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阮看见主你所做好个水的工，伫阮永光教会中间。主啊，你兴起阮，主你的圣神的火热的心，也甲阮的正当工三个地地，甲阮的牧者，甲阮的中级三个地地。主你所互阮看见的是属天的荣耀。主啊，阮要为着阮幸福小组的 Best 来祈祷，求主你柔软因的心。特别，互因通看见烧香属天的荣耀，伫因的面前。主啊，阮所领受的恩典，阮所领受的福气，拢求你加倍赐福伫因的身上。因为当阮安尼祈祷，阮安尼分赐的时阵，主你要赏赐互阮的恩典，袂较少，总是搁会加添，互阮得胜到有存。因为这是主你所应允阮的。阮若通看见主，你就能伫百姓的中间的时阵，阮就知影主你是信实，你是永远可靠的主。因为主是阮的避难所，主你是阮坚定的石盘。主啊，阮也恳求主你，将这的信心，将这的福气，拢对天拼落伫百姓的中间。也特别甲阮正当工三个地地，伫服侍的过程的中间，阮会拄到最多挑战，阮会拄到最多软弱。阮的脆心，阮的软心，阮的软弱，阮甚至阮的体靠，总是主当阮将灵魂交代伫主你的手中的时阵，主你无轻看阮所做的一切。求主纪念阮永光教会正会友同工的条膜，阮所做的祭米事，总是真多芳芳的祭，奉献阮所做的免流伫主你的宝座前，求主接纳。
求主祝福，愿永光教会，哈利路亚！愿咱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子名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！咱搁这边将普下开一切阳光敬拜给咱的上帝。哈利路亚！愿咱的恶乐的声绵日无煞。阿门。兄弟姊妹，请坐。即马咱三甲来共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路加福音第1章第68节至75节，请着称赞主以色列的上帝，因为伊有看顾，佮救赎伊的子民。伊对伊的仆人大卫的家，甲咱设立一位有大气力的拯救者。照伊伫古早通过伊圣先知的喙应允讲，伊要拯救咱，脱离咱的对敌，脱离一切怨恨咱的人的手。伊应允要怜悯咱的祖先，搁会记得伊所立生神的约，就是伊对咱的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伊要救咱脱离对敌的手，互咱无惊吓，一世人伫伊的面前用圣洁、公义服侍伊。圣经共读到遮，愿上帝的话成做咱随时的帮赞。接落来，咱要邀请阿娜新学生来正道，伊的题目是一生服侍的应允，一生服侍的应允。感谢主，互咱阁会当一摆聚集伫遮做伙敬拜，万领受上帝的祝福，阿免吗？阿免。
这时，咱做伙举起咱的正手，咱要来做伙来宣告，来请。圣经是我性命的宝藏，人生的灯塔，快乐的源头。我宣告，我信心百倍，喜乐满满。我有属天价值，活出美妙。阿门。感谢主，因为周牧师甲潘牧师因即马人拄好伫英国伫拜访咱的姊妹，所以互我有遐尔宝贵的机会，会当来学习，嘛会当今仔日徛喺遮，甲大家来分享上帝的话语。嘛感谢主，今仔日就亲像厝里无大人共款，所以互我较无遐紧张。今年到明年6月是我伫神学院的最后一年，伫即段时间，恁敢知影？真侪人拄着我的时阵，因第一句话会甲我问啥物呢？就是你的毕业论文进度了安怎？听起来虽然感觉非常的有压力，毋过事实上对我来讲，每一摆若有人安尼来甲我问，我的心拢充满感谢，因为我知影读神学院毋是干那我一个人在面对，是有永光教会兄弟姊妹不时伫祈祷中间纪念我。嘛不时互我一句关心甲鼓励的话，成做我背后上坚强的盾牌，互我充满信心、充满勇气去面对教会的服侍。学校的压力嘛，因为有恁的祈祷，我总是会当突破一切的难关，喜乐来行这条上帝为我备办的路。所以我嘛深信，因讲咱的每一个人，咱彼此相听的心，伫这段幸福小组的过程，咱拢是彼此的神队友，咱嘛一定会当征战得胜、得地为业，经历丰盛的稳定。因为上帝国福音努力来做工的人，上帝绝对会加添咱智慧甲快乐，嘛享受丰盛的应允互咱。所以咱来甲隔壁的人讲，咱做伙领受上帝丰盛的应允。伫路加福音的一开始就提到一位祭司，这位祭司伊的名叫做撒加利亚，甲伊的太太就是大祭司亚伦的后代以利沙伯。伫圣经内面清楚表明，因夫妻拢是义人，而且咧，因完全遵守主一切的诫命甲规律，也就是讲，因伫生活中因非常重视遵守上帝的教示。生活会表现非常完美的两个人，毋过因却无有囡仔，因为以利沙伯生不出囡仔，而且因两个人年纪拢已经老啊。有一摆，圣殿的祭司轮班轮到这位撒加利亚，伊就入去圣殿烧香来祈祷。忽然间，天使加百列伊来显现，天使第一句话讲的就是毋免惊，因为上帝已经听到你的祈祷。你的某以利沙伯会甲你生一个后生，你着甲伊号名叫做约翰。伊伫主的面前会做大人物，伊也伫母胎的时就要来互圣神充满。伊会用先知以利亚的精神甲能力来做主的先锋。伊会互父母甲囝儿和好，互背逆的人转往来对义人的意念。互子民准备好势，通迎接主。以利沙伯怀孕已经第6个月啊，上帝就差派一位天使来向玛利亚显现，就是咱所熟悉耶稣的妈妈。这位天使对玛利亚讲：“你是正妇女中间上有福气的，所以主要甲你同在。”玛利亚嘛，因为这句话，互伊感觉非常非常的不安。天使嘛，甲伊讲：“毋免惊。”因为你有得到上帝赐福，你会生一个后生，你就甲伊号名叫做耶稣。伊会做大人物，人会称呼伊，称做至高上帝的囝。主上帝嘛会将伊祖先代笔的位互伊，王位互伊，伊要做以色列的王，直到永远。所以玛利亚，圣神要临到你，至高上帝的权能要庇荫你，因为安尼。迄个得要出世的囡仔是圣的，人会称呼伊称做上帝的囝。而且你的亲情以利沙伯，伊虽然年老，嘛已经有生6个月啊。因为上帝无有一项代志做袂到，
所以后来玛利亚就好奇，所以伊就走去找伊丽莎白，两个人一见面，伊丽莎白腹肚内的约翰煞开始竟然开始跳跳。伊丽莎白伊就去互圣神充满，对玛利亚讲：相信主讲的话一定会实现，一定会实现的。迄个妇人人实在真有福气。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即段经文中间，路加福音第1章68到75节，撒加利亚借着伊的母怀约翰，为基督降生来铺路。圣神充满撒加利亚，伊就出俄罗的声来预言。即个预言呢，是要叫互罪恶捆绑的人，搁一摆来看见光明，脱离一切撒旦手中的黑暗的权柄。所以基督的降临是要叫咱会当勇敢大声来宣告：我一世人拢着无惊吓的来服侍上帝。阿免吗？阿免。咱要互基督的圣洁甲公义来充满。基督的出世嘛，要成就上帝对你我的命定，就是靠着基督救恩的应允，互咱伫委身顺服上帝的内面，经历生命的丰盛，甲满满的祝福。撒加利亚因夫妻两个人热心听主，而且服侍上帝，上帝称呼因诚做义人、正直的人，所以可见各方面因拢有上帝美好的见证。啥物拢做甲真好势，敢若差一个，就是无有囡仔，无有后代。即件代志却是真大的遗憾。撒加利亚在做祭司的过程，伊的服侍非常非常的忠心。虽然伊的亲情朋友拢笑伊的服侍无有耶和华的祝福，到今仔日伊嘛是无后代。但是伊并无因为安尼，伊就来失志，就来拒绝服侍上帝。伊照常到圣殿服侍，而且天使竟然伊来显现，伊预言讲，伊的某要甲伊生一个后生，叫约翰。虽然撒加利亚嘛，因为伊对上帝一开始会怀疑，所以互伊必须爱经历1年变成做假教的日子，非常的辛苦。但是伊佫较无因为安尼来离开上帝，反倒伊是顺服上帝的安排。定睛来听候上帝应允的迄日来到，所以对遮咱嘛会当看见，不只是伊丽莎白年老佮生囝，领受着超自然的恩典。伫撒加利亚伊家己经历，对变成做假教，佮按照上帝的时间来开伊的喙，所以伊家己嘛经历着上帝奇妙的作为，所以伊嘛佮较看见上帝要伫人做袂到的代志来插手。互人经历伊就是耶和华真的上帝，所以咱来甲边仔的人讲，伫咱做袂到的，耶和华要显明伊的大气力。阿免。伫30几年前，有一对真少年的夫妻，因非常的热心侍奉主。这个妇人人虽然少年，但是伊犹原生袂出囡仔。大家拢鼓励因一定爱生囡仔，生活较趣味、较丰富。所以，这对夫妻因只会当甲这个生囝的代志完全交托给上帝，因就安尼继续来服侍的日子。有一届，无意间来接待着一对美国来的韩国的宣教师的夫妻，因就将因厝里的主卧房让出来，互因困。因即对少年的夫妻咧，因就困伫客厅困涂骹。45天以来，即对少年的夫妻开车，因就带宣教师4架来宣告。就伫要结束宣教服侍最后一天，宣教师要转去美国进前，因就对即对少年的夫妻发预言讲：恁要怀孕生囝，即个囡仔会甲恁共款服侍上帝，而且伊做的代志是比恁搁较大。阿免。无想到1个月了后，即个少年的妇人人，伊真正就怀孕啊！因经历着宣教师的预言实现啊，嘛伫心中搁较确信，上帝就是信实的上帝，而且上帝对即个囡仔早就有命定。将即个囡仔就献互上帝来用，嘛为即个囡仔号名叫做阿伦。
无毋对，就是我的哥哥阿伦。伊丽莎白是因为伤老，袂当无法度生囝。毋过我的妈妈就是潘牧师，伊是因为子宫内膜异位严重到无法度怀孕。你毋知影3年了后，我甲哥哥伫同月同日嘛出世。爸爸妈妈纪念上帝信息的记号，将我的名号做安娜，爱我一生来服侍主。哥哥甲我的出世，其实拢是上帝超自然的心意。原本潘牧师怀孕的可能性应该是0%尔，但是伫人是看起来是无可能的代志，伫上帝却是凡事拢有可能。我要邀请咱甲咱隔壁的人讲，生者将来毋捌减少，你我拢一定会经历。阿免。当伊丽莎白生囝了后，照犹太人的文化习惯，加上可能因为撒加利亚伊已经年老的关系，厝边隔壁的人拢感觉即个囡仔伊应该爱用爸爸的名来号名，就是叫做撒加利亚。安尼因较会当传承伊家族的名。但是因夫妻却拢坚持遵守上帝的命令，将即个囡仔的名号做约翰。约翰的意思呢，就是上帝的怜悯甲恩德。其实伫即个中间，不只是甲伊丽莎白年老怀孕有关系，搁较重要的是，甲上帝怜悯人伫罪恶中去互捆绑，去得受苦，是搁较大的关系。而且伫撒加利亚，伊透过写字来向伊的亲情表达，即个囡仔要号叫做约翰了后，即个已经到1年的撒加利亚，照上帝所应允的时间，伊会当开喙来讲话。而且你敢知影，当伊开喙第一句讲的话，并毋是怨叹上帝，互伊1年袂当甲伊的太太讲话。1年完全拢袂当讲话，却是称赞上帝的名。嘛，伫迄个时阵，伊去互圣神充满，伊开始发预言讲，上帝甲咱设立一位有大气力的拯救者，并且伊嘛感谢上帝保守看顾以色列的百姓，嘛救赎因。其实伊咧讲的是咧讲耶稣来到即个世上，要拯救百姓脱离罪恶的捆绑。了后，伊嘛对伊的囝约翰来预言，伊讲将来约翰要成做至高上帝的先知，要做主的先锋来准备主的道路。也就是咧讲，咱真熟悉的施洗约翰去到真济所在传扬弥赛亚的信息，互众人听，并且伊嘛教示因一定爱跟对主，因为弥赛亚将来要为伫黑暗中的咱照光咱头前的道路，带领咱的脚行伫和平的路上。其实，可能真侪人会感觉讲，当即个约翰出世的时阵，真侪人嘛会感觉真好奇，即个囡仔伊未来的发展到底是如何？撒加利亚伊甲伊丽莎白因尽一生的气力来养饲伊，教示伊爱认捌耶和华的呼召，将教育约翰的主导权完全交托予上帝来掌管。虽然是年老才得到的囡仔，因犹原愿意全然献予上帝，诚做活祭。因为毋知影约翰大汉了后，其实伊无甲伊的爸母做伙大，伊是住伫旷野，因为伊清楚知影，伊家己爱好好陪伴家己，诚做即个街头布道达人，就是向世界所有的人来宣扬悔改认罪，来接受基督救恩的好消息。伫约翰一世人的服侍的路上，嘛是过了非常的辛苦。其实伊时常拄着试炼，甚至因为伊责备希律王无遵守上帝的诫命，伊去互掠去坐监。但是伊从来毋捌因为伊家己所拄着的患难看做啥物，伊颠倒是认为，若着伫即个患难中间，会当互人听见基督救恩的好消息，安尼伊的任务就成功啊！伊嘛毋捌因为家己是为主陪伴道路的先锋来感觉到骄傲。反倒伊是甲大家讲，我用水甲恁洗礼，毋过有一位比我搁较有权能的得要来，我连甲伊
透话大，拢袂堪得。约翰嘛，从来毋捌知道耶稣有偌尔济的军队者。约翰伊是清清楚楚知影伊的命定甲伊的责任，就是爱带领人来军队主，来报扬即个救恩的好消息，互众人来归向上帝。撒加利亚伊伫困境中，依然选择忠心来服侍上帝。约翰伊嘛是伫面对所有的试炼的时阵，伊依然选择尽心来服侍主。伫路加福音内面，其实嘛提到一个先知亚那。虽然结婚7年，伊的翁就过身，变做一个寡妇，但是伊毋捌因为伊所拄着的苦难，伊来离开上帝。伊颠倒是拢无离开上帝，伊就伫圣殿内面禁食、祈祷、眠日服侍上帝。嘛因为安尼，上帝大大来使用即个先知亚那。互伊诚做传扬基督救恩好消息的使者，咱会当看见这个属灵的前辈，互咱因所拄着的代志，互咱看到，嘛互我搁较看到，上帝的恩典从来毋捌离开愿意委身服侍伊的人，嘛互我搁较明白，上帝呼召的人，毋是因为人的能力有偌尔强，读册偌尔厉害，厝里偌尔有钱。上帝所选的人，是在伫咱是毋是愿意顺服伊的旨意，忠心来跟对伊，而且伫困境中依然选择委身侍奉耶和华。所以咱来甲咱隔壁的人讲，你我拢是上帝呼召的门徒。有一位新加坡的先生，伊的名叫做 Scott， 史考特。伊自细汉的时阵，伫学习的过程，其实一直拢非常的无顺利。甚至有一摆，伊看到伊成绩单顶面，伊的老师竟然甲伊写讲 ：“Scott， 你的英文语言表达能力无好，未来袂有好的前途，未来袂有好的成就。”后来，这位 Scott， 伊伫10几岁的时阵，伊就搬去澳洲，嘛伫澳洲的教会热情来服侍上帝。无偌久了后，伊就出伫自愿来负责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，就是做一位牧师的司机。每一礼拜咧，伊就拢负责开车到即个牧师因兜，过载即个牧师去任何的所在服侍，去教会服侍。服侍了后，伊就搁载即位牧师转去到厝。就安尼20几年的时间，伊拢做即个牧师的司机。后来，上帝嘛呼召伊爱成做一位牧者，但是因为过去伊伫语言表达能力的失败，互伊非常的无自信，怀疑伊家己是毋是有即个资格会当行即条路。但是上帝的呼召从来毋捌错误，上帝的恩典嘛毋捌失落。所以这位 Scott， 伊靠着对上帝的信心，勇敢突破伊家己的惊吓。上帝所带领的命定来跑走。几年了后，这位 Scott 伊成做一间2万人的教会，伊成做一间教会的牧师。伊嘛成做 Planet Shakers 新学院的校长，就是我伫澳洲读册时的校长。这位 Scott 牧师，伊是我属灵的模范，是一位非常非常谦卑的牧者。伊时常咧伫阮学校的礼拜，伊甲阮安尼甲阮讲。若着我做会到的，恁就一定做会到。因为伊是一个捌互老师认为语言表达能力无好的学生，伊即马煞伫教会来做牧师，徛伫讲台顶传扬上帝国的福音。伊嘛是一位捌互老师看做无好、袂有好的成就的学生。伊现在成做一间新学院的校长。所以，伫即位 Scott 的身上，我看见上帝因为伊忠心服侍、谦卑委身来听主，所以上帝嘛想赐予伊别人所想袂到的成就。所以，伊搁较将上帝搁较帮助伊，将伊的惊吓变成做勇气，软弱变成做刚强。一直到我搁伫澳洲读册的时阵，虽然伊已经是一位真资深的牧师。但是每一摆，当礼拜日的讲道轮摆着伊爱服侍的时，爱讲道的时，
伊犹原将伊的讲道片摕去互伊的主任牧师来看，请主任牧师来指导伊。就是因为伊的谦卑甲委身，互上帝的应允甲稳定，一直不断临到伊的身上。可能有一寡人毋知影，其实台语是我的母语，是我出世的时学的第一个语言。所以当我甲我的爸母搬到台北的时，迄个时阵6岁的我，却因为袂晓讲中文，所以伫学校嘛去互同学欺负，嘛因为语言袂通。中文无真好，所以互我对学习感觉非常的挫败，非常的惊吓。但是上帝却呼召我，要我成做一个必须爱常常为主传扬福音的传道师。而且搁较重要的是，搁较意外的稳定是，台语竟然是长老会上重视的语言，完全对我所认为台语是弱势。变成做台语是我的强项，所以感谢主，伊的道路关过人的道路，伊的意念嘛关过人的意念。伊呼召我成做伊的奴仆，伊就一定会加添我一切所需要的。而且上帝是信实的上帝，对伊的嘴所讲出的话，一定会应允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上。所以只要咱甘心乐意来服侍主，谦卑服侍来听主。忠心委身，成做上帝使用的器具。咱的软弱嘛，要因为上帝超自然的供应，稳定的应允，叫咱看见耶和华奇妙的作为，显明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，互咱成做上帝美好的见证。阿免。阮兜对阿嬷传承一个论到我甲我的家，阮决断要服侍上帝。安尼服侍的态度，嘛，互我今仔日会当愿意委身伫基督，委身伫教会，并且全心全意来服侍上帝。我会回应上帝的呼召，成做牧师。我要甲恁讲，绝对毋是因为周牧师、潘牧师逼我的，完全是出伫我家己愿意献上家己，互上帝使用，成做器具来服侍伊。因为我清楚。其实我清楚知影，我家己的能力是绝对有限制的，而且伫献身服侍主的这条路上，嘛一定会面对非常侪的挑战甲困难。但是我搁较清楚的是，上帝稳定教也我用，上帝的供应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。阿免。当迄位合上帝心意的大帝王，因为伊顺服上帝的旨意。却拄着扫罗，因为嫉妒伊要来杀伊的时，最后上帝拯救大帝王脱离死亡的危险。当先知但以理因为敬畏上帝，伊无想要去遵守迄个大流士王袂当主基督的命令，伊却去互吓入去西亚坑来时，上帝将即个西亚的喙封起来，互伊会当有完全安全平安行出来。搁继续来服侍主，所以我深信，咱看到圣经内面遮个人，因为因全心全意服侍上帝，所以上帝来拯救因的时，我搁较深信，咱忠心委身侍奉主，谦卑顺服来遵守上帝的旨意的人，伊要亲自来看顾、来保守，就亲像上帝伫以前甲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伊要拯救以色列脱离歹人的手。共款，嘛安尼受约来看顾咱头前的道路。就算咱必须爱面对真侪的试炼、真侪的困难，伊嘛会互咱伫试炼的中间看见伊伸出慈爱的双手来拯救咱。就是伫路加福音咱所看见的这段经文中间，耶和华要救咱脱离对敌的手，所以搁再大的攻击，搁再难的试炼。上帝拢要拯救伊的百姓，互咱会当一世人伫伊的面前无惊吓，并且用圣洁公义来服侍伊。所以只要咱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，伫困境中犹原委身伫上帝，并且学习谦卑服侍伊，伊嘛要伫困境中来帮助咱，来扶持咱。嘛，互咱搁较领受福杯满出来的稳定，甲丰盛的应允，阿免吗？
阿免。咱做伙来甲边仔的人讲，咱要领受上帝所赏赐永远丰盛的应允。阿免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文，来请。伊要救咱脱离对敌的手，互咱无惊吓，一世人伫伊的面前用圣洁、公义服侍伊。路加福音第1章74到75节，来过一摆，请。伊要救咱脱离对敌的手，互咱无惊吓，一世人伫伊的面前用圣洁、公义服侍伊。路加福音第1章74到75节，感谢主，互咱伫今仔日会当学习撒迦利亚的信心，甲顺服主的心意，来做伙领受今仔日的话语。这时我要邀请大家人，咱做伙起立，咱要来唱一条诗歌。当我大概伫服侍的时，其实我拢深信，毋是因为我的能力有偌厉害，是因为上帝甲我同在，是因为上帝赏赐我困难。所以我相信，伫咱幸福小组的过程，上帝嘛要应允咱，赏赐咱智慧，有困难来服侍伊，并且伫服侍的中间，咱要得到更较大的喜乐，会免吗？阿免，咱做伙来吟这条诗歌。为你领导我心可你，在压力为抓我经过，我亲在你是信心高路尾，等大风迎我。就无惊吓，你是我的护者，我所每一暝
感谢你，源透过今仔日，主你圣神来对阮讲话。阮感谢你，互阮更较知影，阮伫服侍的道路中间，就有你的应允甲阮同在，请你的恩典会一直不断流落伫阮的身上，互阮会当领受到你的祝福，嘛对你领受智慧甲开力来面对所有一切的代志。主，阮感谢你永远甲阮伫地，因为阮的将来你嘛要来祝福阮，阮的脚步你嘛要来照光阮头前的道路。主，阮感谢你，阮嘛爱你。我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请坐。今仔日奉献的经文记载伫马太福音第6章33节，独独大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，即个物拢要说互恁。伫奉献的过程当中，我有几个过程，拄来教会的时阵，其实拢是阮翁替我奉献的。到我领洗礼时，我就问牧师，1/10奉献是安怎计算的？是算拢总的收入，还是减去我的支出后的存款？我安尼问是因为我无想要欠上帝，因为我无爱欠人的笑，我嘛无想要亏欠上帝。后来以前，其实我做全职的家庭主妇，认真讲起来，我其实无空客的收入。毋过厝内的所费安怎嘛无嫌济，总是不知不觉当中就会透支。伫培育课程当中，我有听潘牧师分享讲，在周牧师读神学院的时阵，伊游玩坚持奉献。我家己心内就决定，我嘛要固定约定奉献，先甲奉献的钱留落来，剩的才来收费。对我的奉献，我就采分期的刷卡，借着小单来管理我的钱。安尼几年落来，我嘛经历着先追求伊的国甲伊的义，存款要加互我的稳定。感谢主，我即马无阁困扰，到底奉献是安怎计算的？安怎我甲袂食亏？安怎我甲袂亏欠？即马若是欢喜甘愿的奉献。以上，多谢。即马咱要来奉献，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疼，也是信心的行动。请咱用感恩的心、敬虔的态度来奉献。开始奉献。是阮做尽，咸比领受我命转换，信心感化，地天开来，报答主为信心所爱，让心乐意。请起立。我命转
兄弟请坐，刷来事工分享，邀请长老。就是我，兄弟平安。即摆咱来看，即礼拜咱的消息报告。伫台新，咱先来看即礼拜导读。即礼拜主题是舍己啦，下记吼。咱做伙来读，用华语的啦吼，这是用华语写，咱用华语来读。舍己的道理是神在耶稣身上所设的范本，也是跟随耶稣的人应有的品质。咱搁一解，舍己的道理是神在耶稣身上所设的范本，也是跟随耶稣的人应有的品质。好，请咱继续来导读啦，这礼拜吼，刷落来。伫后礼拜，新汉院有要派曾宗盛老师吼，要代表新汉院来教会来请安，因为后礼拜是台湾新汉院的纪念主日啦吼。要来遮讲道，要曾牧师啦吼，要来遮讲道甲报告。吼，请咱继续来关心咱本宗新汉院的即个所需要。较大道关心嘛吼，伫后礼拜11月10日吼，在1月10日下晡1点，要来伫富堂来召开明年度的意向传递会啦吼，要请现任、新任的中级小组长个学妹老师、舞团、乐团等等，甲各单位的首长。来出席，若无法度出席的，一定爱来请假吼。有准备中道等。咱两个有想咱牧师无？有无？长老特别想啦吼。两位牧师吼，伫后礼拜就要，即礼拜就要转来，后礼拜就会甲咱见面啊啦吼。请因即摆抑搁伫英国吼，继续来探望。咱伫英国的即个会友啦吼，有恒宇啦、James 然后请咱继续为着因的行程来代祷。伫即礼拜吼，伫牧师无伫的即个时间有代志吼，若要找咱长老的吼，就找国民长老、赵明长老吼，因是第二长老，请甲因讲啊吼，来。找袂到，找任何长老嘛是会使啦吼。好，过来幸福小组开始啊吼，活动的活动开始咯吼，是第一个礼拜咱会使看到即个相片啦吼，已经来开始啦吼。就是伫今仔日下晡1点，伫富堂。要来备课，请校长来出席，来准备。伫幸福小组6636的即个提名 RPG 的活动，即马有1240名吼，请咱继续为着这来提名，继续来祈祷。伫已经开始啦吼，儿童的社区的舞班啊，到12月21日就是圣诞节。进前吼，咱会来举行即个活动，是伫下晡1点半到5点，吼，伫咱的教会来举行即个社区的舞班，请若有兴趣的吼，来找干事来报名。圣歌队嘛要开始来集训啊吼，伫即礼拜开始暗时7点半到9点，伫咱伫遮吼3楼的主堂。要来准备圣诞主日，救主诞啦吼，要来唱歌、唱圣诗来学乐咱的主吼。伫后礼拜结束了后，要来召开新北市专营性命教育学会会员大会啦，一年一届尔吼，请咱会员后礼拜爱来出席。
啊，为着健康来带导的有素英子、赖清执事、金耀兄，请咱为着因的身躯病痛来祈祷，伫祈祷的时嘛，甲因纪念吼。啊，有新的没有？好，咱请咱起立，咱来唱这条诗歌，互相来祝福。来临祝福你，平安福气满满心，欢喜心来祝满你，多灵人多灵也祝福你，上帝祝福你，祝福你，你的名更照你，你若祝满你，我就祝福你，处处祝福你，上帝祝福你，祝福你，你的名更照你，你若祝满你，我就祝福你，处处祝福你，你若祝满你，我就祝福你，处处祝福你。请咱游玩徛的，咱来请照明长老来为着咱祝谢。这是咱大家来祈祷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信心的相通，甲咱众兄弟姊妹同在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平安，上帝祝福大家每一个人，互咱后礼拜再见，拜拜。